4月就要起电池，经济部长郭志辉表明，一定会起价，会尽量想办法，卖互物价超过2%的通膨警戒线。美国拉斯维加斯特斯拉车厂向放火，外界认为讲，这是马斯克政府大财权才会引起事端。2025年世界幸福报告，北欧的国家芬兰是连续8年拢摕到第1名，台湾排27名，亚洲第3，东亚第1。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吉安。新闻一开始，先来看这电池到底是要起也唔起？咱的经济部长郭志辉是咧立法院表示，这电池是一定爱起的，不过应该是未像韩国安尼起甲遮凶。经济部嘛想办法来尽量卖互起电池影响到物价，卖互物价超过2%通膨警戒线。调整电价应该是势在必行。调整的幅度到什么程度，这个可能还要经过再更详细的讨论嘛。部长，您同意我的看法吗？完全同意。经济部将伫月底召开电价费率审议会，电价敢是要起？经济部长郭志辉早起伫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表示，完全同意立委的讲法，电价一定要起。我们应该是不用涨那么高了哈。我们当然刚才委员所关心的这个 CPI 的部分，它电价的调整多少会影响的这个影响因素，所以我们会想办法。根据统计，台湾民生甲产业的平均电价为2008年开始出现较大的变动，7月、10月连两起比去年同期2块2角4，一款啊起4角3，刷落来2012年、2013年，各起10.41%、8.49%，为2015年到2016年是连3降，刷落来为2022年到2024年，各出现8.4%，甲连续2摆起11%，单价来到3块5角4。因过就惊电价一起，物价跌咧波动，经济部进一步强调，即摆会想办法详细算，希望物价年增率唔通超过2%。另外，郭志辉也强调，经过评估，菲律宾正电的可行，目前成本5块半。因过经过评估，日本厂商年底就当做到10兆瓦度电机，成本存1块2角5。停掉核电，对不对？核电核1、核2、核3，一年大概就多花了1000亿啊。它占的我们的比例并不高，那它的运转是不是让我们台电可以赚钱？我想我们这个还要再评估一下。各界提出办法救台电，核小董事长当主现提出，若使用核电，当年会当替台电省上1000亿。对此，经济部表示，若立法院通过核管法修改，经济部甲台电会按照法令执行。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过来看这条新闻，就有影是真恐怖。讲有民众塞车伫咧高速公路顶，经过这摩道的时阵，凶煞一个铁条飞过来，直接就插伫咧引擎挂顶头。这差一点就要插伫咧驾驶座。因为伫咧台中，有民众开车门的时，拄好一只货车驶过，这手镜头嘛现去夹断去。车伫国道行驶，向有一支大铁机飞过来，插到车头头前的万把，差一点就击到挡风玻璃。车主惊甲赶紧甲车速放慢，报警处理。这件意外是伫这个月14暗时发生的。台南陈先生开车上北，经过国道1号摩道路段时阵，互不明汽车落来的铁机击到，好在无受伤。突然有一根铁条，很大根的铁条飞过来，然后砸中我的引擎盖跟那个前保杆。直接整个插进去。另外，还有16暗时，国道1号上北台南新营路段，同款有大批铁制品散伫车路。警方调查发现是一台营业半连接车载运铁制品落轨涂骹，造成后壁另外一台半连接车正边的万把受损，好在嘛无人伤亡。危害自身及其他拥有之安全，违者可处新台币12000元至18000元的罚款。国道交通事故真多，市区的道路嘛无平静。台中市19中昼12点，一个姓柯的女驾驶把车临停伫路边，转来开车的时阵，开车门的时阵，因为手放伫车门边，甲另外一台行驶中的货车相压，造成倒手的前头刷骨折受伤。警方呼吁用路人开启车门时，应注意左右来车，以维护用路安全。警方提醒民众上路车开车门的时阵，一定要注意周围的状况，车载运物品应该要把握好。避免货物也是机件落来造成事故，违反相关规定的，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相关会当罚18000块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来看，顶礼拜六，一阵爬山队17个人去爬基内山落雪，煞1个人不幸来死亡，16个人也在等救。早起空勤队已经派直升机甲平安来救落山。另外，南投县的搜救队有16个人，3月7日嘛出发去山顶来训练，所有2个人向高山症来发作，因为落雪，这空勤队是无法度来救，等到这阵啊，较好天才顺利落山。拄好直升机再落山，南投消防局山南搜救队的成员提出伫山顶结冰的水果在整理。7日因联动合作含领队拢总16个人进行南山段山搜训练，却拄到山顶落雪变作银白世界。这样变冰块的话，在山上不就不能喝水了？对，拿雪来融啊。活动班和消防队员扑彩队员，因为高山症发作，身体真虚。做伙去的分队长讲，迄当阵看到状况无变好，就申请空勤救援，但拄到落雪，只好等天气较好，直升机才会当飞。就有同仁他不太舒服，然后一直呕吐，然后吐到都没有东西，还是继续吐，然后连胆汁都吐出来了。拄到落大雪，还有去基内当年的爬山队，西坡的队员翕到日头出来了后的几片白。伊参加高雄组成的爬山团，一阵人17个，15对基内爬山靠入去了后，17就通报一个队员乌卡，到伊进前心气功能停止。花莲县消防局17和18拢出动救援，但是因为山顶积雪积甲真严重，嘛去阻碍着救援行动。那最多也到膝盖那么深，还路上也有结冰，其实我们寸步都不好走。好在在到20天气变好，会当顺利出动空勤直升机来救援，16个人顺利落山。西坡队员落山了后讲，队员普遍拢爬过50座百岳，做下之前嘛密切注意气象，知影讲会落雪。除意外，队员爬山经验真丰富，因都有领队和队员轮流陪伊，但是上尾行袂去。好像有点失温了，就有点手脚不麻利了，没办法，说撑不过去。应该是误判天气的状况，就下雪，他们也没有带足够的装备所以会受困在山中。这里在呼吁登山民众需携带雪具装备、冰爪、冰斧以及保暖工具。对山友18翕的画面，会当看到雪山的东风已经被雪砍掉。雪巴国家公园提醒讲，积雪已经到20公分，山友一定要扎雪地的装备，而且做好保暖。若是无把握，一定要越头落山。玉山嘛变做银白世界，玉山的主峰阁出现冰晶。玉山国家公园呼吁讲，若是无雪地爬山经验，一定要评估取消爬山行程。等较温暖的时阵才过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政治的消息，国民党的经花社案加政治献金案，台北地院今日开庭，加在押国民党叫来问案，包括这新庆景加台北市议员应晓薇加前市长办公室主任李文忠3个人拢出庭，拢是坚持家己无罪。其中这政治献金案，监察院是认定讲这国民党违反着政治献金法，所以要罚374万5000多万，拢要全部没收。法警介入，传上法庭，涉及经花社甲政治献金案，方起诉的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德，法院隔2个月20头一摆提审出庭。法期外人排甲真长，郭文德的母亲甲家后也拢到庭旁听。即摆开庭的重点之一，就是要讨论郭文德敢是冤案，因为3个月羁押期会伫4月初届末。台北地院审理专案，即摆也毋拿传唤伊进遐被告。主席身体好点了吗？在押的伟业集团主席新庆景、台北市议员应晓薇，甲前台北市长办公室主任李文忠，伫郭文德进前接着出庭应审。今仔新庆景开庭时间到审理一早起，伊坚持讲以乌西真见识，批评检方用刀的方式起诉伊，佮讲家己的健康恶化，希望举报停押。应晓薇也否认贪污，方指控收的钱是做公益用途。爱检察官提出查某人的同理心，想要登记照顾母亲李文忠，佮出庭，由原做无罪答辩。不过，这个案件检察院也介入调查，认定郭文德伫去年的总统大选违反政治献金法，要来裁罚。都是相关的作业程序上面，因为漏报错报，
而虚报的状况，我们就希望能够补正，让大家知道。但是到目前为止，监察院显然没有要让我们补正的意思。这个裁罚跟相关的没入，我们会依法提出相关的救济。国民党方认定政治现金申报不实，甲调工暗藏微博，监察院裁处374万，充公5579万3888块。不过，民众党立委黄珊珊回应，几夜半申请保证无结果，会依法提出救济。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继续来看今日重点新闻。台海情势紧张，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直接公明讲，川普的政策就是台湾现状是不准任何人用武力来改变。美国的战略司令部司令嘛警告讲，中国是计划伫2027年进前要占领台湾，咱国防部是以增加小汉光操演来提升备战能力。2002年10月，马来西亚女大学生的命案嫌犯陈碧干因为借钱借袂到，共地死。这一审甲二审拢是判无期徒刑，上诉到最高法院，裁判退回国院，经一审是认定有下调自首减刑条件，改判18年10个月。2014年3月，马来西亚航空 MH370 飞行机失踪案，这239人生死不明。为着要找出这只飞行机的真正系统，马来西亚政府甲英国的一间海底探测公司来正式签约。若讲真正找有到，马来西亚政府嘛愿意来提供7000万美金来当做报酬金。继续来看，以色列即马是力破和平协议，拜2甲拜3，拢连续对加沙来发动大规模的空袭，甲地面的军事行动，即马引起各大抗争。这大批民众是批评讲，政府即马是坚持要战，只互人质的处境愈来愈艰难，等未到回国转来团圆一天。以色列18空袭加沙地区的主要城市，造成至少400个人死亡。停火协议嘛宣告破局。加登港阁宣布伫加沙发动有目标的地面军事行动，目的是要扩大控制加沙的纳扎林走廊，建立南北之间的缓冲区。以色列官方放出相关画面，表示讲，即马敢若是一个警告尔尔。בקרוב יתחיל שוב פינוי האוכלוסייה מאזורי הקרבות. אם לא ישוחררו כל החטופים הישראלים והחמאס לא יסולק מעזה, ישראל תפעל בעוצמות שעוד לא הכרתם. 在新一波的攻击行动内面，加沙中部一栋联合国专案处的办公室被部队崩掉，造成一个工作人员当场死亡，5个人受重伤。因在当地主要是在做人道救援，甲生活物资送入去加沙。对战争爆发以来，已经有280个联合国人员伫遮无命。You may have known from the last couple hours that reports are coming in that UNOPS colleague has been killed in Gaza following explosions in Deir al-Balah. 以色列搁一摆发动攻击，嘛受到各国的谴责。在以色列的各大城市嘛有民众聚集来示威，要求政府紧登去谈判。民众讲，恢复战争之后，哈马斯手头的59个人质，想要转来厝的希望愈来愈无。אך ורק במשא ומתן ובהסכמה אנחנו נצליח לשחרר את החטופים. 在以色列开始攻势了后，以下双方是互相骂对方违反停火协议。在中底协调的美国是谴责哈马斯的敌对行动。不过，美国国务院表示讲，目前有一份美国提出的过渡协议会当讨论，其中包括让以色列的人质转去厝，建议哈马斯把握谈判机会。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为着要朝罗西亚甲乌克兰停战，美国总统川普甲普廷电话讲了，就去卡互泽伦斯基。这泽伦斯基嘛证实讲，双方已经交换战俘有175人，罗西亚嘛另外去放出22个重伤的官兵。不过也是要互相指控讲，拢讲对方先发动空袭来轰炸因重要的基础设施。这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嘛要求美国爱继续来提供爱国者防空飞弹来达成永久和平。不过这美国是回应讲，因为当协助乌克兰来对欧洲来找资源。若是乌克兰愿意甲电力系统甲核电厂拢交出来，互美国来管理，得让来保护乌克兰因的安全。川普19号伫家己社群媒体平台发文，讲甲泽伦斯基进行1点钟真愉快通话。对话内容大部分是徛伫伊昨昏甲普廷的通话，要互俄乌双方的要求甲需求达成一致。还佫讲，当年努力实现停火，
人伫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进行国事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以线顶记者会方式对外表示，伫川普的努力协调，相信今年会当达成永久和平。 Настрій був правильний, достатньо деталізований. Ми проговорили про наші наступні кроки, вимог щодо часткового припинення вогню. 泽伦斯基表示，伊同意暂停攻击能源设施、铁路甲港口的部分停火，不过警告，若陆方违反停火条款，就会加以反击。白宫发言人讲，双方讨论的内容已经超过第一阶段的扩散协议。 We've moved beyond just the economic minerals deal framework, and we're looking at a lasting ceasefire. Right. 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甲国家安全顾问沃兹针对美欧领导人同会发表的联合声明，讲泽伦斯基要求美国提供更较侪的空防系统，以保护乌克兰平民，特别是爱国者飞弹。川普同意甲伊合作，特别是伫欧洲找出会当用的资源。 技术团队这礼拜较晚会伫沙烏地阿拉伯討論具體的部分停火協議，將停火範圍擴及到烏海，才來達成將基尾全面停火。也支持雙方討論到烏克蘭將電力供應甲核電廠所有權交予美國的代志。講這就是對能源基礎設施的上好保護。不過澤倫斯基表示，伊記的是落伫羅方之手的扎波羅熱核電廠。公司新聞王慧文編譯。 今仔美國最近嘛發生愈來愈濟針對電動車特斯拉的攻擊事件，像講拜二佇咧拉斯維加斯，就閣有一間車廠去互人放火。外界是認為講應該就是馬斯克一直咧猜政府的員工，才會引起事端。美國的司法部長是批評講，這就是恐怖攻擊。 美國拉斯維加斯一間特斯拉維修中心的停車場，伫拜二，予不明人士疑似使用汽油彈來放火，造成5台車紅燒甲密密麻麻。建築物的外壁閣紅噴反抗的字，警方真緊就趕到現場，嘛較緊甲火拍花。警方講，這個嫌犯閣對汽車開至少3槍。另外，伊嘛佇一台車發現講還未崩，親像炸彈的裝置。目前聯邦調查局 FBI 已經介入，幫助當地警方來偵辦。為咗避免這種事件閣發生，特斯拉相關設施的4號已經加強巡邏。As a precaution, like we do on many of these types of incidents, we've increased our police presence, in particular at Tesla locations or any Tesla-related locations in the valley. 司法部長邦迪定調，這個事件就是國內恐怖攻擊，就在對犯人上嚴格來處罰。白宮嘛表示講，攻擊特斯拉行為是真卑鄙。We certainly think it's despicable, the violence that has taken place against Tesla, the company, its employees, and also just Americans who have chosen to drive an electric vehicle. 最近親像這種事件是一直發生，親像10時喺波特蘭、70喺聖亞島，頂個月喺科羅拉多州，攏有特斯拉相關設施互攻擊，全台包括放火、噴漆、開槍等等，互懷疑是對馬斯克最近的政治舉動不滿。馬斯克是去年川普競選上大金主，至少捐82.5億台票。川普當選了後，伊入去川普內閣，主張新創設的政府效率部，而且以消毒官僚做理由，大裁聯邦部會，其中以負責國際開發、人道救援的 USAID 上受關注。公司新聞又派準備譯。今仔川普閣在就任這相關的政策是一刀接一刀，嘛對市場經濟造成真大影響。尤其是真濟已經退休的，敢若是靠投資咧過生活的人，有人講今年才拄才開始爾，都已經了超過200萬啊。也有人是講退休收都唔敢收，要繼續經看經偌久算偌久。70歲，當咧佇公園內做瑜伽的美琪，是一位半退休的瑜伽老師。逐禮拜愛教7節課。伊佇25年前為着照顧年老父親選擇退休，不過因為社會保障補助金無法度維持生活，伊又願繼續工作，同時就投資股票、債券來理財。不過最近股票市場因為煩惱川普善變的政策，引起經濟衰退，已經慘跋1個月，互伊真煩惱。I'm very concerned with this administration, how unstable things are right now. At my age, at 70, when financial advisors tell you, don't worry about it, just hang on, things will come back. Well, when you're 70 years old, how long do you have to wait? 將屬風險管理的費提斯54歲，計劃拍算這個月底，滿55歲時退休，不過還未開始享受退休的生活。伊甲家後投資今年以來已經有7萬美金，大約代表230多萬的損失。As we've moved towards retirement, everything that we needed short term, we've already moved to cash.
除了将投资转做现金，放伫那第一较安心。这位大学金融教授，伫2月已经看出方向无啥着，关键重心配置退休投资组合，为75%投资股票转向90%的短期债券，只留5%投资伫受到川普关税的更乳类股票，其他5%投资伫中国股票。I'm not retiring right now, but I'm getting close, and I can't afford to lose, 50% of my nest egg. So, anyways, it's definitely appropriate to be concerned and to think about what your portfolio looks like. 川普讲变就变的无效政策影响全面情况，退休族也受到拖累。虽然川普顶日接受专访时表示，目前的短期不安只是过渡期。英国有名的经济预测机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预测中心警告，若川普的经济政策全面实行，美国经济一定会衰退。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人讲生活快乐就是福，你的生活过了有幸福无？今日是3月20国际幸福日。这联合国嘛公布2025年上新一版的世界幸福报告，包括国家芬兰是已经连续8年拢摕到第1名，是世界上幸福的。亚那美国是落到24名，咱台湾是27名，亚洲第3，东亚是第1，赢过新加坡、日本甲韩国。上新版的世界幸福报告详细列出全球160外个国家甲地区民众对家己的生活满意程度，以10分做满分。2024年满意度排名前10名，有8个是北欧甲西欧国家。负责出版报告的英国牛津大学福利研究中心指出，这个国家本身就有真悬的 GDP， 佮有配合法定的社会福利制度，形成每一个拢有好康的社会。They also redistribute this level of income through the welfare state, which takes and helps out people who otherwise fall off the ship, and that gives them a safety net, which provides psychological safety as well, which is obviously very important to the way people feel. 不过，嘛伫前10名的哥斯达黎加甲墨西哥，平均每人 GDP 伫全球敢来当算中悬级，煞原来有真悬的生活满意度。They do not necessarily have the high income GDP per capita and the redistribution through the welfare state. What they do have, and this is also something we focus in on this year, is they have a very strong family set of family ties, so their immediate community is very strong. 随上为这份报告的终极标题，就会当看出参与研究的团队所设定的重点方向。除了第1章的总纲，也有重点；第2至第6，也有第8章，拢强调分享加照顾别人，也有互相扶持的社会风气。第7章的标题是无信任别人，助长反体制投票。这种特别点名包括德国匈牙利等国所讲的极右派政党掌权，嘛提起2024年川普搁再赢得白宫补助，拢是无信任感造成的结果。报告阁讲，信任感低的选民偏向投予右派政党，左派政党的支持者普遍属有信任感悬的族群。世界幸福报告头一届出版是伫2012年，由盖洛普调查公司协助执行。台湾伫这份报告的排名平均伫31名左右。今年是以6.669分排伫第27名，领先第68名的中国，也有第88名的香港。报告嘛，搁再加阿富汗列作是上无快乐的国家。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法国小台湾系列报道，今继续来看法国的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成立到今是已经230年啊。目前伫咧学校内底有教超过100种语言，当然嘛是有咧教台语。台湾人老顶家就伫咧开课做老师，嘛希望透过台湾的文化、语言等等，互愈侪国际的人客来了解咱台湾。今仔是几号？Voilà, ça nous permet d'entendre comme c'est le premier ton et le 7e ton. D'accord? Encore une fois, 3, 4. 老师透过音乐关键音的概念来讲，互法国学生了解台语声调。法国音乐高成立到今已经有230年的历史，真侪外交官拢是对这毕业。自从2020年老丁甲伫这正式开台语课，也进一步带动法国的学生对台湾有兴趣，甚至到台湾读册。这门课嘛，互伫咧法国大汉的台湾囡仔有学台语的所在。Et il nous apprend aussi quelques phrases qu'on peut utiliser une fois qu'on sera à Taïwan, comme dire que quelque chose est trop cher ou que tu t'appelles comment. Ce sont des phrases qu'on pourra utiliser et que j'utiliserai la prochaine fois que j'irai à Taïwan. 除了和爸爸妈妈会当讲台语，我嘛无
会晓讲台语的朋友，所以我真欢喜会当伫老师的课讲台语。另外，刘定甲嘛表示，为着要争取台湾伫国际发声的空间，伊伫因那个进一步成立台湾学研究。伊认为这嘛是一种民间外交，希望促进外国人对台湾的了解，来突破咱伫个国际上的困境。老实讲，其实因对台湾的了解真正真少吼，这嘛是普遍伫法国的一个问题啦。会当开台湾学，甲党府其实开始做合作，渐渐，因为我嘛是透过语言的课、文化的课，甲这个活动。其实，互无共款、无了解台湾的同事，会当知影讲，原来台湾是安尼哦。伫咧法国巴黎，用台语来做生活化对话练习，嘛用文化互学生了解台湾。伫咧因那个已经带灭第5年的刘定甲老师，希望伫咧这个所在，透过台湾的语言、文化也个历史，直接点指，互愈侪人了解台湾。以上是记者卢尚如、林秀凯伫咧巴黎的采访报道。新闻世界通，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